National Sangha Forum 2023 is proudly open. 闲了呀，哎，那口气下说，人家不是用这个对吧？下啥个？咱开汽修嘛，就是生育，我就讲那个在西边用呀是，他的，哎呢，60岁的现在呢，让些人呢入住去60的地位就是在这人下，我就讲那个，让就出来呢，像有生活的都好要么的。